蔡总统早起来接见到访问团的时阵，嘛特别感谢这波为武汉转来的台商的配合，大家做伙度过一个关卡。另外，翠庵到3月初，一天就会当生产1000万片。到时阵，这个翠庵进出口，也则是生命值的措施，都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后礼拜就要开学咯，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放宽儿童翠庵限买的数量，为每7天2片，增加到4片。这礼拜是20号开始来实施。总统接见友邦驻纽约联合国商人代表访问团，感谢友邦持续为台湾发声，同时嘛讲到第一波武汉回台台湾人。今天早上，首批从中国武汉大机返台的台湾人已经顺利的结束隔离。欣慰的是，他们的健康状况都良好。表示后续继续关心，鼓励因做好自主健康管理。非常感谢他们全力的配合，让我们一起守住了这个关卡。我也认为这样的台湾经验是值得和世界来分享。总统嘛感激原料厂商。拜总统到高雄了解翠庵专用不织布制作流程，伫过一天就把影片放上网络，让大家看到翠庵原料稳定的供应当中，希望民众免惊吓。我们有南六能够供给我们所需要制造口罩的这一些原料那这是我们比其他国家幸运的地方。南六即马是亚洲第2，世界排名20名以内全球不织布关键供应厂。除了企业伫关键时刻全力赶工，政府嘛协助建立60条翠庵产线，有计伫即礼拜甲翠庵的日产量有关到550万片，比顶礼拜420万片成长3成。希望伫3月初就会当到上千万。因应翠庵产量提升以及开学季，疫情指挥中心先宣布放宽儿童翠庵限买数量，对每7天的2片增加到4片，新制20上路。也就是讲，即礼拜四开始，并12月以下给补卡，每7天就会当购买儿童翠庵4片。